综合报道。最近3档电价已经起过4届，这届民生用电无起，工业用电平均是起12.5%，其中半导体用电要起14%。外界嘛真烦恼讲会去影响到科技产业的营收。民生用电虽然无起，也毋过敢会对咱国内物价佮经济成长有影响呢？今仔解破新闻，咱就请吴欣来为咱稍分明。是主播，经济部关于讲产业用电平均起一度是有到4.29块，对10月16开始实施。针对这边起电价考量是啥物？咱做来看，为着要照顾民生稳定物价，经济部讲这边伫咧民生需求，亲像讲徛家厝，亲像讲食品制作，亲像讲超市、利便店是无要起电价。毋过台电这边就讲话啊，台电这边表示讲，若安尼民生用电的这个补贴金一年就要负担800亿，因有关是开门倒了钱。也民生以外产业用电平均是起有12.5%，毋过当中是有分哦，这个产业用电减超过5%。而且产值是衰退超过15%，那安尼共款唔免起电价。纯讲用电减超过5%，产值有衰退，毋过无削超过15%，也是讲用电有减，毋过无减超过5%，但是产值是有衰退的，是衰退超过15%。安尼产业，亲像讲车体制作，亲像讲塑胶制品，亲像讲电信。电价咧起到减半，是起7%，也用电上重的产业，当然就是受到大影响。譬如讲半导体，譬如讲资料中心，也是讲制作业电价上最是起到14%，也这产业就来烦恼讲，那安尼升起电价成本增加，会影响因的收益，会影响因的利润来减少。若是高科技产业，甚至讲。影响到传统产业，因为讲安尼升起电价成本增加，因的这个放无薪假的薪额会来增加哦。也经济部这边是表示讲，因起电价的考虑有2大方向。第一，就是讲爱照顾民生电价，兼顾产业竞争，这是第2大关键。也电价这3档拢总是起失败，敢若讲今年的3月是有起民生电价，平均是起11%，也这边是无起哦，这边是干。那起这个产业电价，一度是平均调整到4.29块。也台电这边就预告啊，因讲哦，这起电价了后，正式实施是对10月16开始，今年剩2个半月，安尼因会当增加150亿，算来一年会当增加740亿哦。也针对民生用电无起这层，台电表示讲，全年消费者的物价指数是无受到大影响，干那是会增加0.03%。毋过头前咱有讲，因为民生电价无起，台电爱了800亿，也即站就要等立法院通过7000亿的补助，这条拨落来摊因的亏损，来稳定民生用电的电价。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，甲时间交等由主播。